各位，新聞透視又同大家見面。今晚我哋會睇下有關房題。梁家榮啊，財政司喺上個星期宣布嘅財政預算案就預備喺下個財政年度係撥出40億元嚟發展公共房屋嘅計劃嘅。佢又話政府喺幾年前所訂立嘅每年提供35000個公屋居住單位嘅目標今年總算係實現啦。佢又話喺未來4年政府會繼續依照呢一個目標嚟到起樓嘅噃。但有啲人就認為政府呢個建築年係進行得唔夠快嘅喎。係啊，咁政府亦都承認目前有超過100萬人係住喺啲唔適宜人居住嘅地方。咁大部分呢啲人都係住喺徙置區裏頭嘅。咁我哋今日嘅特輯就係關於徙置區嘅居住環境同埋政府有啲咩改善嘅辦法。喂，林淑儀啊，咁我哋拍呢一個特輯嘅時候房屋署係非常之唔合作㗎。咁佢哋係拒絕提供有關嘅資料，因此我哋連一啲簡單嘅數字都攞唔到㗎。咁嗰陣時嘅情況就係咁樣嘅，因為喺上個月我英文台焦點節目裏頭就播映咗一個關於李鄭屋村嘅居住環境嘅特輯。咁嗰啲高級嘅房屋署嗰啲高級嘅新聞官就唔係幾滿意呢個特輯啦，認為我哋只係播映咗惡劣嘅一部分，而係冇講到公共房屋計劃好嘅一方面嘅。咁基於咁嘅原因我哋雖然喺10日之前就向佢哋房屋署新聞官係提咗啲問題，但係佢哋一於拒絕同我哋合作，唔肯回答嗰啲問題。因此呢一個特輯裏面有啲數字或者係已經過時，我哋都好遺憾，我哋唔能夠攞到全部嘅資料。但係我哋仍然認為呢個特輯係可以反映出居住喺徙置區，即係嗰啲舊型嘅屋邨裏頭嗰啲居住環境嘅，同埋政府而家呢個重建計劃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同埋有啲咩地方仲係未可以做到嘅。咁請大家一齊睇下我哋記者劉慧卿收集到嘅資料啦。本港目前有超過40萬人係住緊喺徙置區，好似大家見到嘅李鄭屋村就有3萬幾人住喺度。呢度大部分嘅居住咗多過20年，佢哋好多都係1953年石硤尾大火嘅災民。呢啲所謂第一、第二型嘅屋村都係喺1954年到1964年間興建，用嚟安置啲收翻官地、清拆木屋或者係受天災影響嘅市民。因為係緊急措施，即當時以為係臨時用途，所以呢啲徙置區並冇獨立嘅廁所、浴室同埋廚房等嘅設備。不過可能連政府亦發夢都估唔到，喺80年代今日繁榮嘅香港，仲有幾十萬人住緊喺啲被本地同埋外國人都批評為不人道嘅居住地方。因為居住環境擠迫細路仔就只可以喺樓梯或者係街上面玩，居民連消遣嘅地方都冇，要打麻雀就要喺樓梯口度開台啦。由於大部分嘅人都喺度住咗咁耐，好多因為遲遲唔可以改善生活環境而覺得苦燥。有啲居民就覺得有心無力，任由政府擺佈；有啲就更加係打埋輸數，準備喺呢個霉爛嘅環境裏面過埋下半世。由於啲居民喺度住咗20幾年，好多已經係仔有孫。照房屋署嘅規例，徙置區嘅居民每人係有24平方尺嘅居住面積。不過，淨係喺李鄭屋村最少一半住戶嘅居住面積就連24平方尺一個人都冇。而喺所有嘅徙置區嚟講，有幾多人住緊喺咁擠迫嘅情況之下就不得而知啦。因為房屋署唔肯提供資料。呢啲6層高，好似個英文字母 H 嘅徙置區，冇電梯，室內亦都冇間隔。除咗居住環境擠迫之外，呢度嘅衛生設施亦都非常之原始。喺呢條村每一座嘅旁邊都有條坑渠，而呢啲坑渠時時都係塞滿晒垃圾，有啲細路仔就以撩垃圾為樂。
其實啊，成條村都好污糟。不過房屋署就話，佢哋一年咧使成2800萬去清理啲徙置區，淨係喺李鄭屋村啊，舊年就已經用咗170萬。不過佢哋話，由於居住環境太過擠迫，同埋好多居民冇公德心，隨街掟垃圾，所以就算成日掃住都唔得掂。如果要改善基本嘅設備就更加貴啦。例如啊，每一個單位如果設獨立廁所，一座大廈就要成200萬。其實啊，香港政府唔係唔知徙置區嘅居住環境係點。港督麥理浩爵士喺1972年上任初期呢，喺巡視過啲徙置區之後，認為呢一類嘅樓宇係唔適合人居住嘅，所以就定出一個15年重建計劃，希望喺呢一段期間為50萬居民提供有獨立廚房、浴室同埋廁所嘅居住單位。但係舊年房屋委員會就宣布要將重建計劃拖延7年。換句話講，好多徙置區嘅居民就要等多好多年啦。有啲居民組織就認為政府咁樣做法係好唔啱。我覺得佢政府咧就冇誠意同我哋改善環境啊！嗱，因為如果佢係有誠意同我哋改善環境嘅咧，佢就唔會喺1972年至到80年裏邊咧8年裏邊先正搬空咗31座樓。因為全港嚟計咧，就呢啲舊型徙置大廈咧就有240座，咁佢只不過8年先搬咗31座，咁剩翻落嚟呢啲咧就唔知幾時先有得搬，所以我哋覺得佢咧就係拖慢咗。咁同埋佢房屋委員會咧，根本咧講到錢呢個問題，佢又唔係話冇嘅，每年亦都有盈餘好多㗎。但係唔知點解佢嗰筆錢咧要嚟點樣用法，我哋唔知佢啊。但係即係我哋呢咁嘅居住環境啦，咁72年嗰陣時施政報告港督咧亦都提過話，我哋啲樓咧係唔適合人住嘅，咁應該要從速嚟同我哋改善環境先啱嘅。不過，房屋署長韋倫書喺我哋做英文台特輯嗰陣時，否認重建計劃有拖慢。佢話要重建啲徙置區，就要先搬啲居民去新村，而起新村咧又要花時間，有時就未免係有啲阻誤啦。但係總括嚟講啊，成個計劃係會依時完成㗎。不過，無論官方點樣講，好多徙置區居民都知道佢哋仲有排等。喺李鄭屋村，第1、2、3同10座嘅居民就快就可以搬去附近嘅麗閣村啦。但係其他有啲啊，仲要等成10年。為咗要爭取盡快重建，舊年11月，啲徙置區居民就邀請港督麥理浩爵士去住一晚，體驗下佢哋嘅苦況。但係港督冇去到，啲居民見請港督唔到，就請咗我哋無線電視新聞部公共事務組一啲同事去過一晚。但係由於地方實在太細啦，我哋只可以拍完就走。呢位係徐太，佢哋一家5口就住喺呢一間120平方尺嘅房裏面，月租係56蚊。佢哋20幾年前啊，喺石硤尾大火之後搬入嚟李鄭屋村，當時徐太只係得幾歲。而家佢媽媽李仙就係戶主，而佢爸爸就已經係過咗身。徐太5年之前啊，嫁咗俾一個酒樓職工徐樹堂。房署嘅人員話，如果佢搬出去呢，就要加啲人同佢媽媽住。因為一個人唔可以住咁大間房。徐太而家有2個仔女，遲啲仲會生多個。咁每日除咗做家務之外啊，徐太仲接啲鞋面返嚟車，幫補家用。住得咁逼啊，咁佢哋有冇申請間大啲嘅房呢？我曾經申請過好多次啊，申請過幾次啊，但係咧，因為呢間屋啊係我阿媽做戶主啊，
咁我咧就1976年加入嚟啦。咁咧房屋署咧就話我係即係喺佢有個新例咧，就係喺1975年11月啊，就話咧已婚子女嘅配偶同埋已婚子女嘅仔女啊，就算可以加入戶籍，但係唔配地方，係唔計人口密度嘅。咁我覺得即係唔係好公平啦，係咪？因為已婚子女嘅子女都係人嚟噶嘛，係咪？咁佢唔計人口密度喎，咁變咗我哋咧，佢而家就當我哋兩母女2個人住120尺，唔係當我5個人住120尺，所以我申請唔到啦。徐太又話：佢哋唔夠錢出外面租房住，而好多人亦都唔會租房俾啲有細路仔嘅家庭。不過當我哋拍完呢一個特輯之後呢，徐太話房屋處已經通知佢，話佢哋係一個特別嘅情況，可以申請大啲嘅房。講開呢個仔女繼續入住公共屋邨嘅問題，有啲社會工作者就認為房屋處現行要已婚子女搬出去嘅政策呢係近乎不人道，因為咁樣做會拆散中國傳統嘅幾代同堂。不過房屋處嘅政策呢亦都講明以上或者係需要已婚子女照顧嘅話，其中一個子女係可以留落嚟㗎。有啲社會人士就贊成政府嘅做法，因為目前仲有幾十萬人等緊入住公共屋邨，所以有能力租樓宇嘅人士就要搬出嚟，而唔應該將公共屋邨當為私人嘅物業，一代傳一代。據李鄭屋邨一啲居民話，村內起碼有1/3嘅居民喺外面係有物業，但係佢哋仍然霸住啲房。有啲仲話用飲一餐茶嘅錢就夠交1個月嘅租，點解要交翻俾佢咁笨啫？房屋署亦都承認有呢一個問題，而佢哋亦都經常派人去突擊檢查。如果發現冇人住嘅，就要收屋㗎啦。至於舊年有幾多家人因為外面另外有地方居住而俾房屋署趕走呢？我哋問過房屋署，但係房屋署遲遲都唔答我哋嘅問題，我哋就冇辦法知道啦。由於呢啲徙置區又冇廚房，大部分嘅居民都係喺門口嗰度煮飯，咁樣做法呢，本來係犯法㗎。但係如果要啲居民喺房裏面煮飯，又非常之唔方便，所以房屋署呢就隻眼開隻眼閉，家庭主婦就要擔住遮嚟煮飯㗎。如果你覺得徐太哋住得逼呢個阿婆陳華就仲慘。佢呢間白鴿籠就係徐太間房面積嘅1/4。李鄭屋邨有41個單身人士就係住喺呢啲咁狹窄嘅地方。陳華今年69歲，喺呢度住咗20幾年啦。佢以前喺工廠嗰度做嘢，而家就冇收入。不過佢話啲隔離鄰舍成日俾啲飯送過佢。以下係佢接受記者劉偉興嘅訪問。咁你平時做啲乜嘢啊，婆？平時我舊底就洗衫嘅，我依家就冇嘢做，我依家唔做得，冇嘢做我就行下啦。依家行下去嗰度，行下去嗰度咁樣。咁呢間房咁細，你擺咁多嘢喺度嘅，點解？咁我嗰啲嘢要時應用嘅咧。哦，咁你有冇話想諗過申請攞嗰間大啲嘅房住？我間大嘅我又冇交租咧。而家交幾多錢租啊？而家14蚊啊。哦，咁你住咗20幾年，咁樣即係點啊？覺得呢度？咁啊，梗係不得啦，冇咁好啦。住嘅大間嘅梗係好啦，即係冇咁點入租啦，係嘛？雖然徙置區啲居住環境咁差，房屋處長韋倫書強調，居民係有好多種方法去改善㗎。佢話，除咗1972年開始嘅重建計劃，居民亦都可以申請入住新型嘅屋邨，申請居者有計劃嘅單位，或者係以人口增加嘅理由嚟到要求間大啲嘅房。韋倫書話，好多人住咗喺徙置區唔願走呢，就係因為佢哋想搬入區內重建嘅屋邨。佢話好多時重建咗嘅屋邨嘅租係仲貴，但係啲居民係情願俾多啲租嚟到住喺市區面。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就會睇下惡劣環境對徙置區居民嘅影響，同埋政府有啲咩計劃去改善呢一種情況。呢啲徙置區平均每層係有64個單位，但係就只有1個公共廁所啫。一份調查6個徙置區衛生環境嘅報告指出，
超過40%嘅女廁裡面嘅分隔嘅門鎖係壞㗎，而男廁就完全冇廁所門。調查又顯示1/4嘅水箱漏水，有時漏得緊要，有幾格廁所唔用得。報告又顯示，差唔多一半嘅廁所都塞咗，不單止係臭氣熏天，而且令到廁所係冇辦法用。調查又發現啊，30%嘅廁所係冇水沖㗎。公眾浴室嘅設備呢亦都非常之差，女浴室啊不時都有搶嘢同埋非禮嘅事件，所以有啲媽媽就要陪個女去沖涼。調查指出啊，1成以上嘅浴室分隔門呢，門鎖同埋水喉都係壞㗎。另外，所有嘅男浴室同埋一啲女浴室都冇水喉，要喺出面街喉嗰度攞水。裏面住咗20幾年，佢哋間房係86平方尺，月租係41蚊。戶主馮時仁曾經幾次想申請間大啲嘅單位，但係由於佢哋係唔算最逼，所以就申請唔到啦。除咗居住環境差之外啊，村裏面仲有啲咩問題呢？呢度啲治安非常，好似最近咁樣啦，咁即係成日都有人嚟偷嗰啲衫啊、牛仔褲啊，咁連嗰啲煲啊都偷咗啊，咁同埋啲桶啊、火水有人偷嘅。就我哋熱天咧，好多男仔咧要瞓喺橫巷嘅，就每一家咧，即係幾乎每一家有張尼龍床啦，咁佢連嗰啲尼龍床都偷咗去嘅。呢度啲居住情況咁擠迫啊，咁對啲居民嘅生活有啲咩影響？首先咧就係想講係鄰舍嘅關係，咁根本個公共設施係唔夠，譬如話水啊、廁所方面啊，各方面都係唔夠嘅時候咧，居民係要爭先恐後咁去攞咧，咁就好容易同隔離鄰舍係產生摩擦嘅。咁另外咧就係細佬哥唔夠地方玩啊，咁逼住咧係喺周街走，咁好容易咧係對於佢安全有影響啦。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即係佢嘅學習嘅情況，亦都係有影響嘅。為咗幫助啲居民盡快爭取到比較好嘅居住環境，有啲社會工作者就希望當局能夠依照原定承諾，喺1987年完成全部嘅重建計劃。不過政府不但冇跡象咁樣做，房屋委員會仲喺舊年6月宣布，喺5年之內唔會清拆或者係重建14個徙置區。發言人話：呢個叫做初步安置房屋計劃，係用啲徙置區嚟安置嗰啲受清拆行動或者係天災所，理由就係唔夠土地去起更多嘅臨時房屋區。另一方面，住緊喺徙置區嘅居民就可以申請搬去啲新村嗰度，而空出嚟嘅單位就撥俾嗰啲合格入住臨時房屋區嘅人士。不過，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就認為政府將居民安置喺啲應該清拆嘅惡劣居所裏面，係唔能夠解決根本嘅問題。佢將我哋呢啲舊型徙置區嘅街坊搬咗上新樓，咁而嗰啲樓咧，佢唔係要嚟拆，咁咧就要嚟俾其他啲人搬入嚟住。咁我記得咧，就喺1972年嗰陣時，我嗰個施政報告咧就講過，話呢啲樓咧就係唔適合人住嘅。既然係唔適合人住啦，咁要我哋住開嘅人搬咗啦，點解仲要第二啲人再搬入嚟住咧？咁即係對嗰班人嚟講咧，即係好唔公平啊！亦都嗱，我哋住開嘅人亦都即係住到染晒啦，啲咁嘅環境。咁佢再喺第二度搬啲人入嚟住，亦都係唔啱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由呢一方面睇起嚟咧，咁即係我覺得佢咧就呢啲樓應該要重築，即係重建啊！即係嗱，你應該拆咗搬咗嗰兩座，就要拆咗嗰兩座，再起翻兩座，就俾翻我哋啲街坊搬翻上去，即係咁先為即係改善環境啊嘛嚇。咁即係佢搬咗去嗰啲，又即係再喺第二度搬啲人入嚟住。咁你對我哋呢班街坊，雖然係有交代俾我哋搬咗去新樓啫，但係對外邊搬入嚟住翻舊嘅嗰班人嚟講，都係唔係幾啱。不過，房屋處長韋倫書就話，好多徙置區嘅結構係非常之穩固，如果將佢哋拆咗呢，就好嘥啦。佢話：呢啲屋咧喺20幾年前起嚟應付緊急嘅需要，而香港目前亦都有相似嘅問題，因為有咁多人由中國落咗嚟。由於咁樣，
政府就建議用啲徙置區嚟到提供臨時居所俾啲需要安置嘅人士。委倫書強調，政府本來嘅政策就係將啲徙置區用作臨時安置區，然後盡快將佢哋重建。但係由於人口不斷咁樣增加，所以就冇辦法將計劃實現。而家利用呢一個初步安置房屋計劃呢，就可以令啲徙置區發揮佢原來嘅作用啦。另外呢，政府亦都提議徙置區嘅居民搬去新市鎮嘅公共屋邨，但係啲居民由於工作同埋仔女教育嘅關係，就唔想入住新市鎮，再做開荒牛。但係亦都有啲人士認為呢，市區裡面嘅公共屋邨數目係有限，始終都要有一批人係搬去新界。不過喺呢個情況之下，當局就係應該喺新村裏面盡量提供各項嘅公共設施，嚟到令到啲居民可以適應新嘅居住環境㗎。本來呢，我哋係想報導下重建計劃嘅最新進展，不過由於房屋署拒絕提供資料，所以我哋唔可以報導有關呢個計劃嘅最新情況啦。呢位住喺大窩口重建咗嘅富榮樓嘅江太，就覺得佢而家嘅居住環境比以前好得多啦，因為佢哋再唔需要受公眾浴室同埋公廁之苦。哎呀，弊啦！我點解咁傻嘅？又問我去邊度？一齊扣都問起我。佢哋又唔再需要去街喉嗰度攞水，或者係喺屋外面煮飯啦。入得去重建咗屋邨嘅居民當然係好彩呢，不過仲有幾十萬人有排等。房屋佢哋會盡量改善徙置區嘅居住環境，例如喺公廁裏面安啲門啦，或者可以喺地下嗰度鋪街磚，又喺黑暗嘅角落呢較多啲燈，而且會成日開住㗎。房屋署又話呢會安多啲街喉，好方便啲居民去攞水。不過房屋署又強調啊，呢啲屋係喺一個急迫嘅情況之下起成嘅，設計上係非常之簡陋，所以而家無論政府使幾多錢，亦都好難有基本嘅改善。咁喺重建未完成之前，居民希望政府做啲乜嘢嚟到改善佢哋嘅環境呢？喺呢個期間呢，就我哋希望佢着手衞生嗰方面改善啦。嗱，因為我哋居度咧就係冇獨立嘅廁所同埋水喉啦。咁呢方面咧就要改善下，因為咧就啲廁所咧經常都係塞嘅，冇水沖嘅，咁就好臭啦。咁同埋咧我哋居住嗰個問題咧，住得好擠迫啊。因為嗱，我哋一個單位嚟講咧住成打啦。咁唔夠住，通常就要攞多間啦。即係申請多間嘅話咧，我哋左右隔離就冇得俾我哋申請，因為嗰度冇空置單位，咁就要申請其他座。申請到當然係開心啦，可以俾一部分嘅仔女去嗰邊瞓覺啦。但係如果嗰啲仔女去咗嗰邊瞓覺咧，我哋又冇時間管教佢嘅。咁我哋咧仍然係希望佢早日重建，搬咗我哋去新樓。咁而我哋嗰啲家庭係大嘅，一個單位唔夠住，可以比較兩個。Thank you.